那民间团体台湾亲子教育促进会的青年共学团，伫今仔日嘛公布一份调查，因是调查发现讲有超过70%的受访者拢认为18岁就已经是成年啦，会当承担责任，所以应该爱有投票权，希望会当伫11月26迄天推出济同意票。 行动局带出青少年的责任感，应该对社会共同建立。台湾亲子教育促进会的青年共学团最近针对18岁公民权做500多份的家访甲问卷，结果有7%的受访者同意18岁是成年人，有需要承担义务的责任，会当有投票权。 他的这个权利感，在他从小到大的过程里面，有没有在这个社会大众共同合作建构出来？他们其实是可以享有权利的，然后其实是有表意的能力的，等等的，这些都是需要整个世代一起去共同合作的。 不过，若搁对一寡问题调查结果来看，像社会大众对儿童人权的重视，数据显示，我高成的受访者其实并无重视，显示儿童伫社会成长的空间，佫需要真大进步，因服务社会、积极建构参与的机会，唔通搁再闪撇。 我们也曾经是青少年，那我们下一代也是青少年，所以就是从我们过去、现在角度，或是过去、未来，那我们还是会认为说，青少年早投入这个公投的公民教育的议题呢，会对我们社会是有长久的贡献跟好处。 在场的专家学者认为，让青年参与公共事务，对整体社会自我认知是有帮助的。嘛有高中学生积极，社会无开放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，佮认为因无经验，安尼敢有道理？呼吁各界应该互因机会，关注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。记者田北雄凯台北采访报道。